今仔日是中秋，嘛是地方财神土地公得道升天的日子。真侪信众拢会准备麻糍拜土地公，就因念糍念钱，希望会当保财，真趣味。若阴暗的月娘是10当来中秋上圆的，后回要搁看，就要等14年后。透早土地公庙是真热闹，遮侪民众摕着贡品来拜土地公。今仔日距离8月半，除了是中秋，嘛是土地公生。传说是土地公得道升天日子，俗语讲田头田尾土地公。土地神的信仰伫台湾民间是真普遍，嘛有人认为是财神。所以今仔日嘛有真侪民众专工准备麻糍，除了是土地公爱食，嘛因为外因有念钱的意思。这时候就是咱土地公伯算升天的日子安尼啦。土地公喜欢吃麻糍嘛，做念钱念钱。了解了解。是等于是求发财啦。树糕月饼加这个麻糍。秋天是农作物收成季节，所有学者嘛认为中秋为着庆祝丰收，嘛拜月拜土地。也若今年中秋晚会嘛真特别，是10年来中秋月娘上圆的一摆。高雄港和国小天文老师就表示，每年农历8月13到17拢有机会出现满月，不过拄好伫中秋节这天的机会只有1/3尔。今年中秋节其实月亮会发生满月的状况，其实在农历13、14、15、16、17都有可能发生满月。那每年会发生中秋节又在满月的时候，其实大概只有1/3的几率而已。老师讲，今年中秋月娘看起来会较圆、较大条的原因，是因为距离较近。根据台北天文馆表示，今年中秋满月会伫29下晡5点57分发生，后一摆就要等到2037年。记者钟义辉、邱昭勇高雄报道。